大家好，亂噏25，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嘅美劇。咁佢喺 Netflix 嗰度上映咧，好快咧就成為人氣最高嘅一個劇集啊！喺3年前咧，其實我已經睇過㗎啦。跟住咧，但係佢呢個故事咧一直咧都喺我個腦度啊，因為覺得點解人哋20幾歲嘅一個妹妹咧可以做到咁多嘢？啲人咧成日覺得咧而家喺呢個柬埔寨啊、緬甸啊嗰啲詐騙犯咧，即係好可惡之餘咧，其實亦都係好聰明嘅。佢哋咧好識捉到人哋嘅一啲心理啦，去用情去呃錢咁樣啦。呢個 Anna 咧就係外國嘅表姐啊，喺詐騙犯嚟講，佢20幾歲㗎咋。咁嗰套劇咧就叫 Inventing Anna， 或者叫做創造安娜。大家有興趣咧可以上網揾返嚟睇。咁我講咧最主要係會講返佢劇中嘅一啲情節。佢有幾件事咧，其實同現實版咧嗰個還原度亦都係好高嘅。首先啦，佢個名啦，喺劇中咧其實係用佢本尊嘅真名啊。咁 Netflix 咧就俾咗32萬嘅美金咧，就係咧經佢本人嘅同意咧，將佢嘅真名咧係用咗喺套劇度嘅。咁 Anna 本人咧，其實咧佢係冇乜學歷啦，屋企亦都係好普通嘅家庭啦。咁咧佢咧就自己咧謊稱自己就係嗰啲德國貴族嘅富二代，之後就喺富人堆嗰度打滾，跟住就碰個面熟，好快咧喺紐約嘅富人堆入邊咧就冒出個名來。之後佢就開始佢嘅詐騙工作啦。佢曾經呢就可以呢乘搭呢個私人飛機，而係冇俾過錢嘅，亦都可以呢從飯店啦、銀行啦同埋同事嗰啲人身上呢就騙走咗20萬嘅美金。而佢最大嘅目標呢，就係呢嘗試呢讓呢紐約金融才俊相信呢，佢係擁有一個6000萬身價嘅德國貴族繼承人啦，從而呢，就向銀行呢，就貸款2500萬美金來建造呢一個呢私人嘅藝術俱樂部。劇中呢，就講到其實佢只係揸一步呢，就已經成功借到呢一筆款項。最後呢，大話當然係會俾人揭穿啦。最後呢，呢個 Anna 呢係判咗監嘅。咁佢呢，每一次出庭審訊嗰陣呢，都會着得好 fashion 啦。直至呢，佢嘅社交平台呢，收穫咗一大堆嘅 fans 啊。呢件事上邊呢，仲有一個小插曲嘅，就係呢。阿 Anna 嘅一個朋友啊，佢叫 Rachel 啦。咁佢亦都係俾阿 Anna 咧呃咗6萬幾蚊美金啦。咁呢，最後呢，佢將點樣成為 Anna 朋友呢個經歷呢，就以3.5萬美金呢賣咗俾 HBO。拍成影集之後呢，佢再可以獲得30萬嘅版費。咁其實佢呢個朋友都賺咗筆橫財嘅喺呢件事上邊。呢件事呢未完㗎喎。咁呢個主角 Anna 呢，其實呢，佢因為呢喺服刑期間呢表現良好，咁佢呢就已經出咗獄啦，可以提早出獄。出咗獄嘅佢呢，就唔想返德國喎，而且呢，而家就計劃喺紐約啦重新開始佢嘅時尚同埋媒體事業啊！真係好勵志啊！佢呢個 case， 同埋呢，佢而家先20幾歲啦，佢嘅人生經歷亦都係十分之嘅豐富。就阿 Anna 行騙呢件事上邊呢，其實佢呢係意外地收穫咗好多嘅粉絲啊！咁嗰啲粉絲呢，亦都會係成為佢日後啦去創業啦嘅最大嘅後盾。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鍾意聽我分享嘅請訂閱，拜拜。